阿弥陀佛，扎西德勒，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些关于身边月的殊胜的缘起和功德。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聊这个身边月的殊胜的功德呢？因为如果大家是追随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也皈依三宝的一个弟子的身份的话呢，我们佛弟子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学习佛法。但是这个学习呢有两种，有时候是只是一个学识上的东西的这个一个追求和一个学习，另一个呢，你就是除了学习要收敛，还有就是用行动，然后就去，然后就成为自己的这个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佛弟子就是修行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但是呢，每一个不同程度的这个学生、佛弟子可以能够接受的和能够掌握的和能够相应的这个法是不同的。无论如何啊，我们要累积资粮、断除业障等等，要做佛法的这些任何的功德的时候，我们是离不开实践，离不开一个处所，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世俗境界的一个人，我们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离不开这个时间和处所。那这样的情况下，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无缘大悲和这个善教方便呢，也就是给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能够学习和修行的一个机会，和我们的优先的很多的这个一些修行的这个力量，可以成为无限的这个功德。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也就是说呢，我们用具体来说的话呢，过去呢就是以释迦牟尼佛，还有菩萨、高僧大德，他们呢就是说单纯的成佛的、成就的、涅槃的、传法的地方，就变成了后置。我们可以，我们如果能去到这个地方学习的话呢，比一般的地方学习和修行有更大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就像在西藏，经常呢有各种各样的莲花生大师曾经这个修行过的这个山洞。那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大多数的这个要闭关的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就是要去那个山洞去修行。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功德利益就更大。内心证悟的境界和各方面的这个修行非常容易能够提升，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个处所圆满的价值。原来是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就加持了这个地方，现在呢，以这个地方又能加持到我们的想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实践啊，过去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成佛的、出家的，还有这个降服这个妖魔鬼怪，还有身边
还有天降，还有就是转法轮，还有就是涅槃的这些殊胜日。这个当中呢，就是在藏传经上就是有四大节日，四大节日的就是一个呢，就是成佛的，一个是转法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生病月是其中一个。当然呢，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算法，但是重要是这些节日呢，曾经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就是有实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殊胜的功德，然后度化了无数的众生。如果我们能够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去修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修行的功德特别特别大。就像莲花生大师也是，为什么藏地呢？每个月的初十是莲花生大师的殊胜日，也是和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里的种种的这个莲师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的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们这个生病月呢，是不是只有这个藏地的一个说法，藏传佛教的一个说法吗？不是，因为这个本身呢，就是出自于这个《仙语经》《仙语经》就是一个佛经，这个也有中文版，也有藏文版，所以呢，无论是汉传或藏传当中，应该是，也许有可能是这个日历的这个算法的不同，月份的一些观念有可能稍微不同，但是藏地呢，一直以来特别特别的重视了，就是这个生病月，而且在拉萨的这个大祈愿法会，宗喀巴大师一开始创立的，也是这几百年的这个岁月当中，也是就成为了这个藏地的规模最大的这个佛法的一个节日。那个时候每年在拉萨能够这个聚集这个应该是这个数十万这个僧众，有这样的一个过去呢有这样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还有弥勒绕境等等的有一些各种特别的一个节目在里的最近我听到在台湾也有一个学者他就是在读研究还是博士的一个论文，因为他自己过去是这个学习过藏传佛教的，所以他专门就是以这个弥勒绕境和这个生本月的大法会为主题的一个论文写了一个很厚的一本书就所以呢，这个就是都是因为生本月有关系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用这个佛说，也释迦牟尼佛当时最原始的这个由来吧，就是这个缘起。那我们就是看这个缘起，缘起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仙语经》的这个14品，《仙语经》的第14品呢，就是专门是讲生病月相关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缘起，也就是这个《仙语经》的第14品是实际上就是相60品，相就是相符。60就是外道的6个，他们外道的这个6个道士大师，所以就是本来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己在那边弘法，受众人的一个恭敬，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在这个外道的这些大师觉得，因为释迦牟尼佛的种种的说法就不符合他们的这个想法。比如说一些种族的问题，还有我和无我的这个观念、空性，都是其实从来
他们过去的这些婆罗门啊，那些他们外道的教法当中，从未中出现过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智慧啊，一个完全是相反的。而且释迦牟尼佛真正让大众出家等等各种的这个观念当中也有不一样的。再加上呢，它就是一个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宗教，所以肯定会就在当地本来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宗教呢，至今呢起了一个大的一个冲突了。实际上应该这个可以这个从世俗的这个说法去分析的话，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按照佛经本身的这个记录呢，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就是我就尽量的，就是先念给大家听，然后就是在一起这个学习这个佛经。因为我们虽然呢，就是无论是汉传藏传都有各个大师注释个别的这些学者的一个大量的著作，但是真正的我们就是如果要讲释迦牟尼佛，如果要讲空性，如果要讲这个种种的这个佛的节日的时候，应该我们的思想不能停留在网络上的这种一个残缺或这种一些不太完整的一个资料，或者一些传说，或者我的上师是这样说的，就这样而已，明白吗？也许你的上师是肯定是已经看过了这些佛经，所以说的，但是你自己有亲自去看，亲自去读。原来是这样的话呢，这两个的感受，这个所获得的这个境界的程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一些修行的窍诀是上师的口诀是很出神的，但是从学习的一些佛法的经文来讲的话呢，当然透过上师和自己，反正就是要直接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说的这个是最关键的。OK，那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从头到尾的去念这个像60品，但是我就在中间的一个段落开始念。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佛与众生望是为成，果是为果。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和他的眷属一起这个僧众就是一起往舍卫国这个地方。舍卫国呢，也就是七度集这个舍卫国，这个正常佛经里面用这个讲到的。现在在印度中途的，我也曾经去过几次，然后那边有释迦牟尼佛住过这个20多年的吧，就是这个最长的这个时间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的是这样的，砖瓦的那种一个地方也有一个佛塔那个七味果七味果，这个七味往七味果就是一直往前移动在路上。然后呢，就是七味果往明就是七味果 ，OK， 这个七味果的藏文叫念月，念月这个藏文的名字叫念的有吧。所以七味果的王名叫什么呢？波斯尼波斯尼，波斯尼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国王，那藏文呢，他的名字叫做耶波萨尔呀，这个没有关系。波斯尼呢，就是预祝臣民他的臣和民众都上上下下都来，就是接来迎佛就是说就是他们来迎接释迦牟尼佛，所以他们是这个整个国家，然后就是出动了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一个最隆重、最高规模的去迎接了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国王自己这个比斯尼自己也就是参与其中
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世众明日乃至佛去，所以就是十种呢，就是释迦族这里的十种是释迦族，所以释迦族的这些人在那边的，也是因为知道佛陀要这个明日乃至佛去。OK， 明日就是释迦牟尼佛到达的这个日期，他们知道，所以就是知佛乃至佛去，所以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来了，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迫不及待的去迎接佛陀，因为他们毕竟也是这个一个同族的一个人嘛，他们自己的这个种族里面的一个骄傲嘛，佛陀就是释迦族的人。而且同时呢，这是一个重点六世路途这个有个叫六世路途呢，就是六世，也就是更直这些，他们也要更直更总，就是有点像更直。当然，这个叙述是从佛教的这个观点的一个讲述嘛，所以呢，有点就是忽略的，他们并不是就是专门这个受邀请的。只是自己就是不请自来的，所以说六是路途这个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这里说路途呢，就是什么从后追之，从后追之。所以呢，就是无论如何，这个始终将就是有临这个9亿人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拼沙王这个很重要的，这是佛陀的一个大弟子，修行也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就是拼沙王。拼沙王应该是印度中土现在波迪盖亚那边的，就是那个时候王室城嘛那一代的这个国王。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度不是现在的这个印度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概念，那个国家里面应该有很多小国就是这样的。其中一个国家的领导就是国王的名字叫平少王，如今宁波藏文的叫和释迦牟尼佛非常友好的，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背叛，然后就是等等有这个种种的故事嘛。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就是他等诸国人民诸国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臣王臣民都有来参加迎接佛陀的这个莅临，因为佛陀呢就是要来这个不是王室镇这个契维国，这个契维国。然后呢，就是而且这个呢，呃。OK，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更传满业，这个更传满业，就是说应该是这个，就是人山人海我们可以就是用现在的话，很简单来讲的话，也许是这样的，但是我的这个古文这个文言文的这个阅读和这个理解的能力上，可能会容易出现错误的。但是我是用大概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去替代就是这样的，所以更传满业。而且呢，他们呢就是说水去水这就是这样的，水去就是他们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移动，而且不止移动了，现在是这个60灯到，就是60灯都已经到达了，到达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60灯到，然后那个时候主要是60这个外道60先去见这个国王。国王谁呢？就是这个他们的地方的国王，不是其他国家来的国王，就是那个这个波斯尼波斯尼。而且他说了，他们跟波斯尼说，具则陈说本末请示，
这个应该是说他那个时候就是说了啊，这个藏文版里面叙述和稍微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意思就是应该说是他说了，但他的叙述的说法，并不属实，不是事实的，所以本末是情。本来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回事，但是他们说了，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了这个是我们想和释迦牟尼佛一起，就是要战士这个神通，如果谁的这个神通就是最厉害，那应该是这个你们大家应该要供奉，就是要诚实，就是那个阴的。所以，但是呢，他一直就是要和佛陀要作对，但是高达玛嘛，就是释迦牟尼呢，就是不干啊，所以呢，好像是他是没有这个本事。但是就是这个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有好几个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或者一些像释迦族的人等等都有说，你们要这样的和这个六世一起要这个你的战士，你的生命力。但是释迦牟尼佛说，嗯，使我自知，好像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说法也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中文也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个里面说，使我自知，就是什么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当着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赶快吧，没有这样说。他说：“使我自知，使我自知，就是这样。这个‘使我自知’这四个字呢，在这个篇章，就是这一篇当中，也用这个一开始这个缘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一概一律的这个恢复的方式，就是使我自知。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好像没什么着急的，就是慢慢的用自己的方式，慢慢的去，就是要往那个其实果的方向去，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欲去胆去贪就是决胜利，就是他们说解决胜利，就是要谁解决，就是这里的解决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有点像比赛一样，我们要做一个生动的比赛，谁赢了就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宗教和领袖啊，谁输了就没有了。就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三一的这个摩诃岩和这个伽玛西拉的这个三一论战的这个有这个说法一样啊，就是有点这样的啊。所以这里是这样子，所以呢，他的这个不默的事情，他说呢，灵气逃避就是不可要乐等等，然后呢，就是精于大众，然后遂之万国。所以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到达这个地方了，就是都不应该后退，就是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决战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就是也这样的，就遂之亡国大王。那个时候我是到这里了，现在我们也要安排，我们要做战士这个事呢，就是要决决胜利。这个决绝胜利的时候呢，那个大王呢，就是有点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因为大王对释迦牟尼佛有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所以他说，当时与我 OK，他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当时与我等距。所以这个是这个歪掉60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所以那个时候意思应当你要让我和这个释迦牟尼要这个一起来要这个决战做一个这个决绝胜利的一个一个比赛。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波斯女王意用微笑，有一点点笑一笑，他觉得我刚刚说的这个，他对释迦牟尼佛有深信不疑的，所以就是他觉得，哎，他们说的是这是一个像小朋友一样，是不是开玩笑？就是那样，就是这意用微笑，他直接说啊，佛身变，这个身殊胜的身，变就是难可思议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殊胜的功德和身变力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难思的这个难以思呀，难思的，云何一如这个背篓翻起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他一开始是说这个本末轻视，向国王说呢，我们本来要战，但是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敢，一直逃避，逃亡，然后呢，但是国王呢没有相信，没有相信他们的话，还是反过来说，哦，释迦牟尼佛是特别，就是你们是一个。这里的背篓翻起是在这个藏文当中呢，也说到了你们是这个一个下流无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藏文的这个叙述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你们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的非常这个非常生气非常愤怒的，非常这个然后OK，欲大法王绝世力能，你能和释迦牟尼佛大法王一起能这样的，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你们有这个能力吗？就是这样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生气了就是他们非常生气了。所以呢，就是他们有这个极大的傲慢所以流是汹汹，流是汹汹，流是汹汹，而且偃气水高，就是变得就是很大声的，然后就是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和释迦牟尼佛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决那个时候呢，比是女王，他也当然是非常理性的，就是说非常怎么说呢？他就是OK，他没有说我是国王，你们还是犯罪怎么样？没有这样，OK，那就我们可以安排吧。但是我先跟释迦牟尼佛要说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急往见佛白言，他就是说马上立刻去这个释迦牟尼佛住的地方，然后去这个亲见释迦牟尼佛，并且拜言，就是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那个语气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开示的这个语气呢，在佛经当中经常有佛告，但是这个拜言的话呢，那就是说向佛陀这个请教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敬语和这个说法这个应该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他说这个六世殷勤六世殷勤呢，就是说他就是说他们硬要和殷勤这个乃尔就是维远世尊，请这个维远的世尊呢，就是说他就是一直要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就是请你这个要维远世尊，就是请你要这个允许开虚，而且开虚什么呢？就是吹身化妆吹身化妆，然后呢，就是这普施一切变为实证，也就是说，请你来就是要这个支持这个透过这个展示，然后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真假要这个哪一个是真经，就是要这个识别出来，要识别出来。
因为这个时间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不是需要，但是大众可能会有，其实就像现在我们的很多真真假假的讯息一样，各入各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要听哪里，不知道要相信谁，所以就是说这个别为时政，佛告这个王晏，这个佛告王晏，就是佛告诉王说，我自之事，就我刚刚说的一样，我告这个我自之事，就是我自己知道事。然后呢，就是必是逆王，就是训斥，这个常事，品质场地，多技象华，服饰创作。那就是他们现在要开始要布置场地了。他就是训斥称他的城市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要集合，然后呢，品质场地，就是要品质这个场地，然后就是这个场地要做好，然后就安排这个场地，城市这个所有这个隆重的，就像这个玄奘大师在印度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边境嘛。在印度那个时候，从佛陀的时候开始，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所以这是由国王来安排，因为国王应该是在中立嘛。所以呢，无论是哪一派的大师都有这个参与，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啊。所以虽然佛陀自己呢，这个国王自己呢可能多相信佛陀，但是因为呢他是代表大众啊，所以呢就是他就是就还是因为这个他就是向佛陀就是就是要替这个六世，其实也是一个也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了，然后获得了佛陀的开许之后，他就立即去安排了，所以呢，服侍成作，而且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宿住床饭，就是床啊、饭啊等等，就是这些这个我们经常在大殿里的就所有庄严的这个一些装饰都已经拿来，然后就是说宴宾一起，大众都齐，就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就是腊月一日，腊月一日，这个是传统的，就是过年的新年的第一天。所以也许因为闰业的关系，藏历的这个和农历有时候是不同，但是一样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按藏历的算法，也就是从后天，那个就是对，就是这个从现在今天我这个录制的这个时间来说，就是后天开始腊月一日腊月一日，因为这个很特别的是，这个在那个时候是1天到15天，每天有不同的功德主安排，但是也有一些是重复的一个人当了2次的这个2天的这个功德主，也负责这个供养，有这样的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无论如何呢，腊月一日，佛至市场，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这个到场了已经。然后呢，波斯匿王，波斯匿国王就是那个地方的国王，然后呢，是成是日是事，因此是当天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有这个当天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费用都是由他来负责的当然是主要是这个僧众们的这个公斋
供生的这个都是他来负责的。清晨供受受佛养殖，就是那个时候就早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很特别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餐，有点就像现在是这样概念。但是印度呢，有直到现在其实都有的。现在有一些在菩提迦耶的一些当地的人，他们不是用我们的那种牙刷，就是用一个就是木头啊，这个养殖应该是这里说的养殖吧。所以是这个木头就是一块小小的这个木头，然后就是另一边呢，比较他们有专门弄出这个要跟那个牙刷一样，就刷一下就是会那个牙齿上的有一些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可以清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牙刷的作用。所以呢，佛属觉境，OK，佛属觉境，然后呢就是吃餐坐地，堕地并生，这个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刷完牙后，这一块木头的这个残缺或餐桌吧，就是这个呢，就是丢到地上，并且丢完了之后呢，马上变成一个就是问于二期，更尽用处高500由旬，就是非常高大的变成了一个，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身边非常高大的一棵树，而且啊，枝叶韵不昼在一二，肩负生花，大如车轮，就是那个当时的这个马车的车轮。岁复有国，就是又不是叶，只有树叶，还有果实，长出果实。这个果实呢，就是有大无豆品，呃，大无豆品，无豆品呢，就是以前的就是一个粮食物，那个这个农族啊，主要用的就是豆，都有藏度、印度的都有，这个呢肯定是印度的啊。所以呢，大一个水果，一个这个树的果实的大有大小的大呢，大就是五五斗品，根茎这也传是什么呢？七宝若干种子，就是有七宝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size，而且呢，它就隐藏利妙，虽觉发光，眼蔽日月，就是能眼蔽日月，就是太大了，就是连日月都看不到，就这么大。所以呢，视其国者，灭于甘露，象其四塞，就是这个非常灭的这个甘露，然后就是这个象其色喷，或者是这里说四塞呀，所以呢，非常绝灭的这个甘露，而且视其国者，是这个书的国的人呢，这是一个最殊胜的一个甘露。闻之庆悦呀，闻之庆悦呀，只要是闻之的都是能够获得快乐，
而且向风来吹，相当长促，更像长促。所以呢，就是这里呢，就是说，嗯，香风来吹，就是这个香风的这个非常香的这个风来吹到了，然后这个树叶和树枝之间呢，有相逢撞触，就是互相碰触的那个时候。而且那个，因为这个树叶和树叶，我们一般也这个刮风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碰触的一个声音嘛，所以这里说相逢来吹，更像长促，就是长促，而且呢，就枝叶接触和哑之声，有非常和有哑的那种非常平和、寂静、宁静，又非常优雅，有这种非常优美的一个声音能出来。而且什么呢？从这个声音当中还有就是呢，就是常言法要，这个法要呢，就是法的要义，佛法的精髓，就是佛法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些佛法。所以呢，就是言就是这种话出病出，闻之无言嘛。这个闻之无言呢，就是听闻者，能够就是马上就是能够放下所有的厌倦，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愉快的都能够放下，能够产生法喜啊。所以呢，就是说一切人们独此书边这个独自的这个诗边，独自诗边就是书边，不是诗边，就是说所有在当场的这些人，一切人们就是所有在当场的人，他们都就是那个读就是目睹的读，应该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树的这个变化身边，然后就突然长出来和大致不可思议的这个树的这个功德。所以尽心之心，哇，他就是非常更加的相信了佛陀，并且他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佛法呢，给被以传呼这个，然后呢，佛乃说法应是其，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所说的法更加的能够相应，能够接受，能够融入自心这其实重要的。应是其心，就他们自己的。因为一个法师或上师再好也，有时候讲法的时候，对听众能不能利益到听众，其实呢和这个因缘具足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一个关键。所以呢，应是其，而且信解解脱信解解脱嘛，那就是信解解脱呢，他们获得了解脱，知求法之，然后就是后得过升天这个得到过，还有些呢，这个升天和得过实际上是要分开的。有一部分的人得过了，得过就是得4个果位：预流果、不还果、依赖果、阿罗汉。得果是阿罗汉4果，那就是升天呢，就是不应该至少不是得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是没有依赖舍的，这一生就能够涅槃的。所以有来世的呢，有可能是其他的果，但是呢，还是就是升天，有可能是还没有得过，也可以升天。但是升天也总比恶趣好嘛，所以就是三善趣当中境界最高的是天界，所以他们升天了。
而且这样申请和德国的人是一两个吗？不是，他说数其众多，意思就是说特别特别多。这是第一天的。那么第二天释迦牟尼佛做了什么呢？次第二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里面讲的其实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呢，次第二日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优天王，在藏文里面是说乌达亚那啊，乌达亚那，这很有名的印度的一个国王。但是这个中文版里面，也就是说游天王，游天王亲佛，也就是他是当日的。以前面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呢，他是应该是当日的那个这个十日时辰，十日逝世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功德主。所以他这个当时的功德主呢，于是如来，因为他的就是请佛，就是邀请他去他的这个国土，然后就是去就是隆重的，就是举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弘法的一个活动啊。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除了弘法之外，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外道流水也在一起。跟着他们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是正式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开始。所以于是那个时候就是到这个时候，就如来呢画起两边，成连宝山，在释迦牟尼佛宝座的左边和右边画了两个宝山，宝山就是这个珠宝出的一个山，而且沿线客观。沿线客观呢，就是说，非常高大，非常这个美丽啊，非常庄严，其实有这样的啊。所以呢，这里说严就是庄严的严，鲜明客观就是客观，就是有点像可口那种客观呢，就是看了就是非常满足，说就看对你的那种客观，或者就这样啊，中宝杂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珠宝杂合的一个山，五色辉耀吧啊，应该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光焰为野，然后就是这个非常灿烂的光，然后呢，肉感中枢，还有呢，横列山上啊，就是这个山上呢，这个横列山上呢，就是这个呃。在这个山的整个的这个山坡山巅，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国是呃梦神，出以妙香，其以山巅，然后就是有成熟建立，有成熟建立，然后就是有特别的一个呃。有特别的一个，这里中文是简密，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果实啊，就是成熟的简密。然后呢，就是花蜜、百味、甘蔗、虎口、人们之类，自20，然后就是奇异山上有柔软之草，还有果实之外又有草。这个草呢，就是有非常香的和一个柔软的一个草，所以这里中文也是柔软，中文也是一样，但是呢，非现甘美，但是
这个呢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中文的藏文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感灭。一气出生，必至忘胆，报以勤换，一切终会斗山，斗山，斗山现矣，时以化矣，杨木遂生，佛根成实，微说妙法，各得解开，发无上心，得果升天，其属一种。所以他就是那天呢，就是由天王邀请他到的时候，佛陀当天呢，就是他的左边和右边画了两个这个变出两个这个宝山，这个宝山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果实，还有草原草地。然后这个草地和果实呢，就是接触到又有香味、花蜜、fru口哦，反正就是这个可口、可观哦，那些就是具有各种各样的功德和满足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山。然后还有，尤其是这个草呢，能够满足畜生，一其众生，必至忘胆。必至忘胆。这个胆呢，就是这个食物，就是吃草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的啊。报以情怀，就算是一个畜生，他也能够尝到这个草，是能够生起欢喜，并且肯定是能够种下解脱种子了。所以，因为这样的这个身边只画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呢，而且佛陀诚实，所以这个佛陀诚实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诚实就是说，这个针对各种各样的一个不同根器义乐，然后就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妙法。这个就是对这个山上的所有，而且各得解脱，当然也是包括在场的在场，所以呢，发无上心，这个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发无上的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就是他就得果之外呢，这个应该是这个无上心，就是也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无上菩提心。得果升天其数，也有第一种是，就经常佛经里面说的一样的，第一个是这个发菩提心，第二个是得到这个声闻的这个四种果位的，第三种是升天的。所以呢，其属一种，这个有这个非常多的一个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就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那就是说有一个有一个国王叫做勋主那个藏文里面特别说到他是一个国王，但是呢，这个勋子也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当时的这个梵文的一个发音，所以在中文里面也大概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吞真陀罗他就是一个国王的名字。根据藏文版的这个翻译来说，他是一个国王的名字，所以他呢就是请佛供养第三天的功德主，那很有意思的。奉佛清水净水，他就是供奉了这个一个净水给佛陀，因为在印度呢，净水特别重要嘛。所以呢，净水之后呢，其以造树这个他用来这个要造树的时候呢，用清水洗澡或者这个洗脚那个时候受苦树那个口等等的，这样的时候呢，那就是主要是洗脸的。藏文这个版的就是说直接翻译成洗脸的那也就是反正清水就是这个以造书
那个时候佛徒睡气这个睡就是用这个受苦用的那个漱口用的这个要睡要丢的时候呢，化成宝石这个发生宝石，而且住在四边，就是住在四边呢，就是说那个就平满四周而且特别大的，所以呢各200里，纯以七宝共享尽在。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中文的这个古代的这些文字所以呢，纯呢就是呢七宝的这个共享，就是互相间杂这个检查禅差什么之类，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中式相朝 ，OK， 光明演绎七尺中水八的具足，这个八的这个功德，那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自传里面叙述当时莲花生大师诞生的这个湖泊，一个这个湖泊大的那个也是有具足八的。所以呢，比如说它是很清凉的，又是很轻的，又是喝的时候很舒服的，又对这个肚子里面进去的时候不会造成任何的不舒服的，而且对各种各样的有正面的用途的，所以这些有这8个条件的，八的居住。然后水滴平满七宝之沙水滴都是七宝的沙，8种莲花犹如车轮，就是很大的这个莲花池嘛，莲花青黄赤白，有青色、黄色、红色、白色都有，还有这个红绿都是这个什么紫杂紫色的杂色的全部都有了，所以呢，香气奋浮香气奋浮的也特别的一个莲池宝池莲花的宝池。两次保持，所以呢，性善这个色缘，就是这个呢，就是文性的心，就是在这个四远，就是很远的四处的非常远的地方都能够闻得到，而且这个味道，而且这个感觉然后呢，水莲花色各发光明，光明显照，辉耀天地。我觉得这些不需要特别解释了就是这样非常。他大会度此包，大会就是大众看到了，就是整个释迦牟尼在场的所有人，大会看保持奇妙奇妙之后呢，就是欢喜称赞佛无量的功德，他们都非常欢喜，非常惊讶，非常震撼，而且佛因观察。佛那个时候就是观察水中人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因为他心生欢喜，对佛陀产生信心，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开始说法，但是说法并不是随便说的，而且随众人心。其实这些佛经都特别有意思，随着众人的心，要方便说法，就是有不同意乐根器的人来。有个别说法，所以为什么有84000个法，也就是这样的。各令开解发无上心，得果升天，净增就是福业，净增就是说没有增长恶业，只有增长就是福业。
而且这个数量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然后呢，在第4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叫做托普尔王请佛了，邀请他去他的地方了。那个藏文的叫做恩达瓦米，所以这个恩达瓦米的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佛陀这个波尔王不是因为他呢就是托钵而往请佛，所以呢佛于是日，所以他当天是佛陀于那个时候的那天，佛陀呢灵气保持，四命自然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那个原本的那个佛陀的这个以这个说法呢，就是好像昨天的这个保持再继续的，就是有佛陀显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身边来，就是显现这个他的神通，四命自然。这个四命自然的意思呢，就是非常平和的那种，而且就是看来就是非常宁静的四命都是，但是呢有四命有应该是这个四命自然，就是有那个藏文里面呢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对于自然的一个描述，就是有8曲流。还相关注自然的这个彼此有这个关注灌输的这个关注，然后自然回转，然后呢，水流有声，气声轻妙，因为水流的时候本来就有声嘛，那个声音呢非常轻妙，而且这个声音能够当中呢也出现结束诸法。而且无根、无理、无觉、八道、三命、流通、流度，是等大彻大悲。这个呢，就是说，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是等大彻大悲的，就是四无量心这是四无量心。但是呢，四无量心还有特别讲到大慈大悲。就是四等大慈大悲呢，就是说大慈大悲等是无量心。OK， 那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无根，是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就像精进、信心等等的有这个解脱无根然后呢，就是无力，也就是这个解脱无根。从质量道和加行道，再就是那个变得更强的时候，叫做无根无力这个是在这个佛经当中是这样解释的。然后呢，这个七觉，还有八道，还有三门，那就是三门解脱三门和三明是一样的意思，但是这里翻译成三门，但是有一些佛经和藏文里面经常用解脱三门，门铃的门所以呢解脱三门。然后呢还有这个六通、六度、6个神通和6般若等等，还有群法开导，说种种法，一切闻度，一切见闻者的意思听闻的和看见的，所以呢就是一切闻度所以呢就是一切见闻者，我们开基经里的这个一切见闻者一样，一切闻度，信解开解，发心出佛，得果升天所以呢增积福慧，生气众多
特别多的人能够升起福慧。还有啊，到了第5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次第5日啊，这个第5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国王叫做范莫达啊，在藏文里面说也不曾经。你想范还有金，就是经常是不是的意思，但是这里呢，莫大啊，这个范莫大，范莫大王邀请亲佛供养，佛于是日，然后口中啊，那个时候从佛陀的口中放光啊，佛陀这个这里的口中呢，其实这个藏文呢，有一点点说是这个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面容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脸的那种概念，但是这里说口中，这是有可能是口啊，这个有时候是用它这个文字是藏文也一样啊，有2种意思的，口中放光，今是下下意啊，今是下意，然后并大前途啊，这个大前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3000大千世界的意思，3000大千世界的插图，就是并是大前途，光明速出一切众生，三度无因啊，这个三度无因啊，这个无因就是5种障碍，三度就是贪嗔痴，然后呢，皆自然息啊，他们就是皆自然的安息啊，这个息呢就是熄灭了，就是不见了，消除了，所以呢，身心快乐。譬如比丘的第3禅，因为比丘修行的时候，4禅8定当中第3禅的时候，那个里面有特别的一种禅的这个意乐禅的这种乐从禅定带来的一种乐觉受，但是就是这个比不上，就是跟这个相比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终会贪怪，就是这个怪呢，就是也不是说这是很特奇特，很殊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叹，就是很惊讶的，很震撼的。折慕佛的，就是他非常发自内心的仰慕佛陀的功德，非常仰慕佛的功德，所以折慕佛的，并为说法。各得解脱，所以这个他们对佛陀产生信心了，然后才佛陀就是观察他们的相续，然后再就是说法，然后再开解，各得开解，发大道心，得果升天，尽复修怀。有些得果，有些发大心，有些升天，有些还都没有，但是呢，变成尽量的，就是一直亲近的。修慧的一个尽复修慧就是亲近福德修持智慧的福慧双修的一个人，所以这种呢都是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的当时透过生本语获得的功德，所以殊胜众多。那第6日那一天呢，有那个时候呢，又是释迦牟尼佛的。有一个叫做这个吕昌贝，吕昌贝，吕昌贝呢就很有意思，它应该是印度的梵文，因为它的这利扎贝，现在是大家也，如果你们去看这个查一下 ，Google 也其实知道这些维基百科都有这个正确的标准的这个发音的写法。就像那个，其实是它是一个中心，它也是维摩诘尊者，也是勒赞布，也就是这个吕昌贝的
一个这个族，就像一个释迦族一样的，它是一个种族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族李长柏，李长柏呢就不是中文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李长柏。那个藏文也没有翻译，直接写印度的发音，藏文写成李长柏啊，中文写成李长柏啊，其实是差不多的啊，这是1000多年前的各个地方不同翻译的时候，用自己的文字写出的这个英文印度这个天然的那个发音很有意思的，都是很虔诚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的一个继承者嘛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再重新看的时候，当时可能都是在不同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些伟大的这些罗扎瓦遗址，他们就是用这种写出来，所以在藏文里面是现在是勒赞贝，中文里面是李长贝，但是真正的发音应该现在按这个印度瓦拉纳西那边的梵文的发音呢，就是李加贝什么的。扶持诸佛，然后就是也佛于世人，他就是负责请佛啊。这个李长贝他们就是再次的请佛了，对，所以那个时候，于是佛于世人，普令大会一切众生。他那个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普令，他就是知道所有在场的人，让他们知道彼此的心。这个就是因为一些神通呢，以前有一些佛经里面是这样讲的，一些毗那耶经里面也是有的。比如说有一些很远的地方的一些国王啊等施主，邀请佛祖和他的眷属一起来，就是接受他们的供养。可是有些眷属呢，可以飞跃，可以就是有能力神通的方式去，但有些没有，虽然他们是阿罗汉，但是没有神通，怎么办呢？有就是其他人协助替他，就是用他力来完成短暂的这一个，就是有个功德啊，这个产生这个功德和神通，有这种公案的。所以这里也是说，普就是所有普罗大众的普脸上大会的一切众生，心心相知，个个一人这一切人的心。然后所念善恶志趣业行，然后就是现者他们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而且他们心生欢喜，彼此就是这样的，也是这是尽息这个千灭佛德啊，他们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千灭佛德，也就是说，自己过去和现在，就所有的这个个别的自己的善念和恶念都明白了，而且呢，他们就是谦灭，就是说赞叹佛的功德，佛并未说若干妙法，这个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并未说若干佛法，释迦牟尼佛就是妙法。为他们说，他们在听。那个时候呢，就是皆得开解，然后呢，就是释出佛智，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发愿，然后他们就，释出佛智呢，他们就是这是另一个发大愿的另一个说法啊。施求就是施是那种发愿的意思，就像我们菩提心的愿菩提心那种，我发自内心的要成佛，这叫做奢求佛者，就是奢求佛这个果位，所以奢求佛者得果身听殊其众多。到了第7日的时候呢，就是释众请佛，这个释迦族的这个人，那些他们的释迦族的释众的这个朋友，就是那个弟子们请佛，然后佛语是佛陀当天呢，化诸慧者，习练之间为转轮王，就是让他们自己让他们
断是变成转轮王，而且拥有7宝千字1000个字王字诸王成名，然后呢就是树功成一，是阳无间，鸽子尽乖，就是这种体验特别特别，就是觉得前所未有嘛，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一刹那就变成了转轮王，所以鸽子尽乖，而且他们这个效果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失落感，或者就像那个现在玩游戏和元宇宙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佛功德的一个加持，所以呢就是喜庆无量，他们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无量的开心，并且这个之后因为一样大众的都，然后就是佛并为说法，然后托示其这个就是前面也说了观察其，现在是托示其，就是说这个托示其，这个托示其的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他托示就是他们就是释迦牟尼佛给他们就是按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依乐就托示其依发无上正觉之心得过升天就是其难计数就是难以计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然后到了第8天的时候那就是第10王邀请做功德主，第10天大家也知道，又第8天受第10亲为佛做狮子座那他的这个接待是比较特别了如来圣座了，就是圣座就是久坐在法座上，第10世座梵王是有，所以左右2个都有大王。梵王和第10王当时释迦牟尼佛这个主张法论的也是亲发，瓦拉纳斯也是他们2个亲发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因为第10王和梵王的亲发，所以有了这个法，所以今天也他们一起在相处，也许他们2个是关系很好的2个国王也是这个法友嘛释迦牟尼佛的前面都是法友，所以第10世座受持释迦牟尼佛就是服务的，然后就是梵王是有终会一切竟然坐殿当能够这个就是不说话，就是竟然坐殿，就是非常安静的就在那边，就是说非常有秩序，就是非常有规律那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竟然定坐。佛须那个时候因为所有都是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呢在那边就是佛须伸臂，就是手伸出，那个是真正的第8天是真正的这个歪道六识和佛陀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有针对性的这个神通，应该是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天。所以佛须伸臂，以手结这个所以呢这个解足了就是然后呢就是歘有大声，就是突然间想了一个大声的那种歘有大声，如像鸣吼，就是那个鸣吼就是那个狮子吼的那种吼，鸣吼。应世即有五大神鬼，然后五大神鬼呢，就是摧灭万拽这个他们就是那个里面呢，他就是摧灭万寨是就是这个他就是摧灭了这个在藏文版呢直接说是这个歪道六识的坐垫，
吹灭了，就是。然后呢，对，这里也说了啊，这个他们做了什么呢？六世高祖，六世也是高祖嘛。一开始还没有因素确定的时候，当然他们也要尊重啊。书就说这是自己的，这个要后果自负。但是呢，本身呢就是这个游戏规则，肯定他们也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国王呢都是这样，好的国王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有六世的高祖。然后金刚秘籍，这个金刚秘籍实际上是金刚手菩萨。所以这个金刚手菩萨呢，在那个显宗密宗，所有释迦牟尼佛教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护法，或者他也不是一般护法的概念，他也是八大菩萨的其中一个。所以呢，金刚秘籍，着金刚，出金刚出。然后出头出火，这个金刚出的出头呢，就是出了火，而且距离六十，就是距着这个定，就是这个距离大六十，六十呢就是很害怕了，所以呢就是说进步本土而走，然后就是说三而中修，兼而中修啊，兼而中修。然后呢，脱合而死，那次藏文版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这样。六师突里，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眷属嘛，这些他们的眷属呢特别多。你看这个是9亿人中啊，这个9亿人中，皆来归佛，成为佛弟子了。求以佛子，佛言善来必求。那个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的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一个出家的方式，那个非常特别。释迦牟尼佛这样说：“哎，善来就是来得好，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肯定的一个接受的一个这种一个佛陀说哦来，就是欢迎光临一样的啊。现在这是一个善来，就是来得好。”这样说了，佛言善来必求，就是必求，直接称他为必求，而且善来必求。那个时候呢，就他们的这个须发自落，就是不用专门有人去这个帮剃图，所以呢，发意再生，皆成沙门。那个时候就是这些是非常那种，也就所有直接就是那种呢，就更其实非常特别，更其特别殊胜的这个成为比丘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从头到尾要进行一个很复杂的仪式，那当时就不用了，当时个别来讲，这也是个案，不是所有人。OK， 所以呢，佛为说法，摄其法要，然后漏尽解结，习的罗汉，你看这些都是称为罗汉了。这里特别强调哦，他们的弟子其实当中很多都称为了罗汉的。于是如来从八文冒空，解放光明。然后释迦牟尼佛一开始是从他的名部，然后现在是整个8万个冒空，然后解放光明，平满虚空。这个平满虚空呢，就是一一光头，有大莲花，一一的花上面皆有华佛与诸大众，而且围绕这个大众围绕着佛说法的，终会度则无上之化，心尽之心，别以弄生，就是对他饶益一切的众生，而且增长他的信心。佛即欲说，遂其所因。这里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很多这个用词，比如说在前面说的时候也是托是其，释迦牟尼佛也说，当时也说托是其，然后另一个也在前面也应该说了这个说，宾为说法，还有
另外一个说这个水中人心，方便说法。但现在这里呢又特别说了啊，就是说这随其所因，有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方式，有发大心，然后就得过升天，经别增善，数其众多啊，就是特别很多。那现在已经是第9天了啊，第9天就是梵网，就是梵天，梵天请佛，佛自化身高至梵天。这个梵天，这是梵天是世界的第一天啊，就是说威严高显，巍巍难及，放大光明，然后呢，会下天地，一切仰战，皆闻其语，佛为种种显示法要，以令也令众多法心求佛，后果升天，殊以难及。这里面呢，就是说第9天的那一天，梵网请佛，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自己的身体化为一个高大天界的一个升天，不是我们看到的天，是欲界、世界、无世界的世界的梵天，就是四禅的这个第一禅的这个境界，这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所以那个也是非常灿烂、庄严、光明，就是这样，而且也是说法，主要是这里呢，它是指一切应当皆闻其语，有他们各种各样的方式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们都能够听到了。就是在这个从欲界到世界的各种众生也能够听到佛陀说的，所以呢，佛陀呢对这些种种的众生也发这个宣说种种的法，所以众生也获得了各种解脱。到了第10日啊，就是说四天王请说，四天王那是大天王了啊，20世尊普令大众见佛实身，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让他自己就是整个的所有人，而且这个是特别的啊，这个呢知识究竟，接见佛身，然后呢就是放大光明，各位大众说妙法，说微妙法，所以呢就是宾诸天众，这个宾诸天众可以说宾诸天众，这个宾诸天呢，在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在前面，梵天邀请他说法的那一天，第9天呢，他的升高是梵天的境界。现在在品诸天，诸天是超越了梵天色禅，还有这个整个的3000大千世界，还有整个的这个欲界世界无世界的这个境界了。所以呢，说微妙法，然后就是先要样式，了了见者，一切终会自身敬仰，为佛为说法，然后也随因其意了，再加上呢结法大行，然后就往不退避，他们就不退转了，得过升天不可称计啊，就是特别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这样。第11天嘛，第一天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大弟子，人的身份的大功德主啊，大家应该知道，他就是这个须大请佛，佛于是日于高座上，自问其身，
它就是隐藏的那种啊，就是不见的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呢，当时就是突然间，虽然在发作上，但是突然大家看不到佛陀的身体，那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机密不显了，所以就看不到了。但单方光明，但是这个光还在，所以呢，出柔人影，而且这个光也在了。佛陀的这个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声音也在，这就是生变嘛。所以就是分别阴阳，诸法之要，就是讲佛陀的真法的要定，真要法要妙要。在会之人，在会就是在会场的所有人，或者在场的所有人，闻法皆无，有法大行，往诸不退者的后的天生一起深度啊，这个就可以了啊。那第12天呢，佛陀做了什么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第二天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居士叫做智多啊，应该是印度翻译，因为在的藏文里面叫春大啊，也是这个说智多啊，智多居士，请佛供养，佛于次日如此三亩，所以就是入慈悲大慈的三亩地，出尽四光，然后呢，并照3000大千世界，大千3000大千，光触众生，这个光所能够触到碰到的这个众生呢，三度信息，这个贪嗔痴都能够消除贪嗔痴，自然性慈，它就是自然能够兴起这个升起慈悲心，灯是众生，灯是众生，这个灯是众生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都就是平等无量性，这个是无量性的里面讲的这种这个灯是众生，而且如父如母，如兄如弟，爱人之心。都无正见，都没有正见，就是平等嘛，就是这个大平等的一个状态。然后为若干妙法，为说若干妙法，以发大心，然后往不退地得果，然后就是升天，难可称量，那个数量是不可说，就是无法想象的。就是不计其数。那第13天那一天呢？佛陀做了什么呢？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国王叫做荀子，也是一样，好像在前面出现过的那个国王，他叫做这个吞真这个陀罗王。这里有写着王，前面没有王，但这里有王了，一样。所以呢，慈父再次的又请佛，他做了2次的这个2天的功德主，所以呢，是供养佛与世，又升高座，放于气光，从肚脐的这个放光，释迦牟尼佛肚脐啊、密经啊，其实有一些部位是特别心间啊，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就是分作2期一身一人，个头有花，上有花佛这个是花，第一个花就当然是花嘛，再加上上有画了一个佛，变化了一个佛，而且如佛无异，这些每一个这个当上面的这个佛都和佛本尊就是一个无二无别的，或者就看起来也没有两样的这样的意思。这个呢，就是这个2次立身其人，其人呢，其实应该说有点
一人呢，就是1公尺更大一点的这样的，这个有几种算法，所以呢，就是至少是7公尺之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中，这个两栖的画了分两座的这个光呢，就是有离开佛陀本身的这个法座上的佛陀的这个身体，然后就是7人，而且头各有花，这个光，这个所画的光上有花，花上有佛，如佛无异。而且这个有花的佛的其中又付出再次，这是说普贤公云是这样观想的。普贤公云是先观想一个普贤菩萨，然后再普贤菩萨的那边又就是放光，然后光当中又观想10个普贤菩萨，比如这个10个密一个10个10个，然后就100个，然后100个变成1000，1000变成10000，10000变成10万，10万100万，100万1000万，就是这样的画的。所以这里也是付出光明，一两七，也就是一样，一个佛两个，一个佛两个，就是这立身7人，头有莲花，上有华佛，如是转变大千国土3000大千的国土，一切单独，然后就是愕然，就是就是特别特别的震撼的这个愕然呢，惊喜所以不是那种错愕感，那个不是很不好的是这个愕然是那种，但是意想不到的，但是呢还是很惊讶，但是也是惊喜的那个，这里特别说惊喜。佛为应时，应时呢就是对的时间说对的法了就是随意说法，以大法心，诸不推之，得果甚听，生气众多。那第14天了现在第14天呢，有就是他呢就是也是乌扎雅那，他是就是前面的国王再邀请一次，所以呢就是游天王请佛，是游天王化散佛佛上，这个他就是化散，因为现在也是印度习俗有这样很恭敬的也接待他的一些这种大师等等一些特别的一些贵宾也是会这样做的。化散佛上，佛即应是遍及所散花。这个所散的花呢，就是这个梅豆做1250个这个花，就变成了7宝高尺，7宝的这个尺，告知梵天，那就不可思议了这个荒域金山，这个会有这个就那样一个金山，而且呢，杂宝就是各种各样的杂，那种杂呢，就是混合一起的，就是完成的，就是混在一起的。然后种色杂宝种色呢，然后呢就是妖力相照下人，然后就是金光湛亮，殊沙无量。所以呢，就是深入林罗然后就是杂次有其经就是诸高池中皆有佛身，这些大的这个有个好像高梵天的这种7宝的这个珠宝的车呢，不是现在我们吃，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有马车的那种车这个皆有佛身，放大光明，并平满3000大千世界，终会度遍，就是终会度遍，就是所有人看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身边，而且悉尽教诲，佛遍说法，因病托药。就是对症下药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佛经里面已经有了因病托药，对症下药一样，因病托药，揭发大心，何诸不推？
所以呢得道升天这个束缚甚多。那第15日第15日呢，平沙王再请佛平沙王应该在前面，平沙王本身呢，一开始一路在这个平章的这个开始的元期当中呢，其实有平沙王一直跟佛陀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呢，特别是就是要他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大功德主由他来做。为什么呢？他和释迦牟尼佛其实也特别亲的，好像他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家前的朋友吧？就是这样。这个有特别的一个故事。年轻的时候的也是他们是同学不知道什么样的因为都是过往的王子嘛，他们有共同的生活和相同的境界，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平沙王请佛了平沙王那他说呢，就是佛愚痴王，他就是佛愚痴王，就是说佛陀直接这个愚痴，佛陀呢就是直接告诉，或者这个有点下令的那种就是一个说未必设局你要这个安排餐餐具或者饮食的这个，反正这个工程的所有的用品要现在就是要安排。但是呢，这个对，好像这个不是这样，就是他说要这个也要只安排容器就是不需要这个器具，就是餐具嘛。这个你就是未必，这个未必须的这个未必呢，就是只要这个餐具不用里面不用安排食物的意思吧。和王旦延边器物他就是这个器皿器物所有都准备好了，吉林绕多就是事事已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是佛陀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时事一到呢，就是主起喜满，应该是，而且这个满都是佛陀变化出来的，所以呢，就是甘善百味，种种意味都是不一样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口味的。普林种种包足有余，还有剩下的，食已食了，就是身心自然安乐，其实非常舒服，没有负担。其实以现在养生概念来，就是吃了，对身体对心灵都非常舒服、快乐的一个状态。于是世尊那个时候世尊呢，以受之地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受之地，然后就是压地的那种这个手印18地狱一切都达都现都能看到无量成数沙尘的这个恒河沙的这个尘，或者这个大地的这个微尘的数量一样无量。但是呢，就是这都受罪人嘛，那可能是地狱的众生都是诸受罪的这个人，各个自说，他们都说忏悔了。我与本是做如是他说曾经是人的时候，我是这样做等等，他们是自己这样说的。今受此苦，我今天就是因为这样而受苦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呢，比如说在藏地，也有曾经有真的一些很好的修行人，他们在禅定当中，或他们自己也本身是觉得是死了，然后就是七天又复活，而且他这个期间去到了这个地狱，还有很多地狱的这些众生当中，如果自己这个曾经认识的很多人，然后就是他带这些的口心吧，就是告诉家人有这种实际的这个记载一直有不断的有出现过。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些是迷信，不相信。但是你可以不相信，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种种的佛经当中也有一样的，甚至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这个大殿的门口要画那个解脱那个生命之轮，因为这个里面有这个描述地狱、恶鬼、旁生等等。因为呢，释迦牟尼佛说，哦，我在的时候呢，舍利子、目犍连他们都可以经常去地狱，直接目睹地狱的痛苦，告诉人类。但是以后呢，不一定是这些修行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先要要这个场景就是要用壁画的方式，然后就是放在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地方，然后就让他们经常看到，然后就是想起这个轮回的痛苦，让他们对修行有帮助。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毗那耶经》里面就是有这个公案。OK，所以呢，他这里也说了啊，我是这个各个自说，我与本师做如是经受此苦。他是说我曾经做这样的业，造作这样的业，今天我遭受了这样的果。他自己说的，个个都自己说，一切终会，因为这个众生都看到了这个情况，可能不得不相信因果嘛。所以呢，巨细文件呐、都有。然后呢，就是气坏悲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对象，就可能会自然能够产生悲悯、慈悲心。一毛惊人，佛并未说法，应时其有大法现，诸不退正之，得过升天，不可陈述，特别多。地狱众生也缘见佛闻法，所以就是有缘，就是这个有因缘见到佛，闻到法，见闻佛法，佛缘见佛闻法，所以呢，心生敬仰，而且相续产生了敬仰，就是信心对佛，皆妖之贵，众皆的升天上人中。所以他们就有的呢升天，有的呢升人，所以就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很特别的一个公案，我们也讲一下，因为那个这当天的功德主就是病沙王病沙王，他呢是病沙王，也就是这个佛经的经接着说的，就是常规拜佛，就是常规呢，就是有点像做大礼拜，或者非常虔诚和一个这样的一个恭敬的一个态度一个姿态，然后常规拜佛就请佛了。师尊其相30有2，神树诸相，又会得见，唯独如来足下论相，缘见始终，见恭敬时。意思就是说，哦，你有32相，手啊这些手的这些身体上面的这些呢，我们都看过了，基本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你的脚下面的这个论相，法脚下面，因为脚一直踩地嘛，所以愿见示众，请让我们看，就是展示一下佛界出教。普世众会，就是佛陀就是直接给大家看了，一切见佛初地论相，然后呢就是顿语言笨拙，然后就是纹理如花分别显乐，应该是显乐还是显乐？所以呢，他说呢，就是说佛陀就是给他们他们说哦，就像一个真正的一个画出来一样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说，纹理如画，分别显了，观者无缘，就是说他们都就是一直看，也就是看着不腻，所以呢，王亦欢喜，就是王也非常开心。重拜佛言，就是说再次的和佛陀说了，
不凡世尊本作何德？就是说，你是做了什么，你有这个功德啊？他说，呃，然后呢，尔与至此论相之妙，你为什么有这个妙？佛即告王，是佛就即刻就是回答国王的这个提问。由我国去自修十禅，辅以教人。做的实相明显如实。他就是说，我自己过去修十禅，辅以教人，就是也让别人修，也鼓励别人修十禅。教人就是别人修身了，所以我就今天有了这个法相。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要讲的是这个生病乐的这个种种的由来。所以这个生病乐的由来当中呢，就是整个这个佛经里的内容，我们也读了一遍。然后这个功德呢，我觉得是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应变说法的方式来，就是度了无数个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日子。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殊胜日发大愿。我们也将也许能弥勒菩萨成佛身边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触到他们的释放出来的这个光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虫子，或者一个蝴蝶，或者一个一个畜生，或者就算是在那个时候在恶鬼道，也是成为了释迦牟尼佛第15天的这个生病当中的度化的众生，也是很划算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反正呢，也就是要发殊胜无常的菩提心，主要也是要知道这个殊胜是这样的。而且我也希望大家如果能有机会的话呢，再去看，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个咸鱼经里面的第14篇吧。阿弥陀佛，扎西地利。